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打你！谢谢。我三个人讲，我拿下来了，我拿下来了。然后呢，我进来了，哎，我出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进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打我！打我，笨蛋！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打你！打我，笨蛋！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。像这种要求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。